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4节，32节到37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。基督徒应当爱成做光明的囝。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伊讲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伊的人就应该爱行伫迄个光的中间，成做光明之主。真侪人讲旧约的诫命是安尼真啰嗦啦吼，一点拢无符合世界的潮流啦吼。但是呢，事实上，这人完全误解圣经中的诫命。圣经中的诫命就亲像一个亮光共款，是要来指明人生的道路，互人行伫光明的道路顶悬，成做一个善良的人。亲像诗篇119篇，圣经安尼甲咱讲，上帝的话，伊的诫命。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咱生命的指导者。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4节，32节到37节，安尼讲到，上主佮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全地会众来宣布：恁着分别做圣，因为我上主，恁的上帝是圣。恁逐个人拢着敬重恁的老母、恁的老爸，恁着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毋通记杀我去拜偶像，嘛毋通为着家己铸造神像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伫老大人的面前，着徛起来，嘛着尊敬伊，搁着敬畏你的上帝。我是上主，毋通欺负寄脚伫恁的地的外族人，着对待因亲像对待恁以色列同胞，疼因亲像疼家己，因为恁嘛捌做外族人，寄脚伫埃及地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用无公道的笑斗亲仔。骗人，着用公道的亲仔、童仔甲斗。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我是上主。基督徒追求光，才会当免除被灭亡的可能性。因为光才会当引带咱去领受永生的活命。约翰福音对伫上帝的囝有真深刻的提醒甲教导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7节，安尼讲着：上帝连独一的囝拢赏赐互世间，要互逐个信伊的人来免得灭无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界，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，毋是要来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信囝的人未受定罪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啊！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一的囝，上帝的审判是安尼：光进入去世间，世间人就较爱黑暗。较无爱光明，因为因的行为邪恶。最歹的人拢怨恨光，毋接近光，安尼因的行为才袂显露。毋过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，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坦上主来做的。福音就是要爱将属天的光赏赐互世间人，互人拢会当亲近光，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
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我的心神仰望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信靠你，毋通互我失败至到见效，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。所有听候你帮赞的人，一定袂至到见效。为拄着见效是遐个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示我。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。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规日听候你。上主啊，你会记得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你对我早就安尼对待人。求你毋通记掉我少年时的罪过甲过失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会记得我。因为上主良善佮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，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，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逊的人，守伊的约甲伊的诫命的人，上主拢用慈爱甲信实来款待因。恳求主帮助阮追求光、军队光，行伫光明的道路，追求学习上帝的良善，正做世界的光来见证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